教育部举办全国大专校院语文竞赛，今年台语、即演说也有写作的这两项呢，台南有2间大学的学生摕到真好的成绩。其中，成功大学积极培训学生的演说能力，用不同语言来分享观点；也有台南大学的这个学生囡仔呢，对着老师的脚步面烂练写作。即马是有愈来愈侪大学生愿意投入来学母语。时常出现我的梦中，迄条是我的故乡。好听的歌声，互听甲真入耳。学生用歌声做起头，要啥人听伊咧小解伊的故乡？这毋是唱歌比赛，是当咧练习台语演讲的过程。现代外文系长期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。有教授认为，母语毋敢若开讲才通用，因才开始培训参加语文竞赛选手。有袂少科系学生拢拼死来学习，即届比赛嘛有得奖。台语是一个会当甲咱华语共款，会当做知识的传播、做知识的传达的一项语言，所以伊甲别个语言其实无啥物差别。咱应该更加爱用台语来做一寡专业的代志，安尼台语较有法度继续去互大家来尊重。外文系蔡教授伊感觉讲吼，会当伫咧台下顶，互台下骹的人听甲耳孔啪啪啪，这是爱有真侪技巧来去做训练的，所以阮是以安尼的出发点来训练学生。大学面前咧推测母语，即阵有初步的成果啊。但大学共款有老师用休困的时间陪学生一步一脚印咧练写作，起头因先全部文章画重点，尾手才个落笔写文章。学生毋干那比赛尔，后人开始应用台语文写台语诗。一开始就是常常会写唔到字，所以老师在改我的作文的时阵就会有足侪红字伫，后来就是较顺手。话是风，字是宗嘛。你若无经过即个书写，你真歹甲即个文化的底底甲伊留落来。啊，你若敢若讲啊，就会晓讲就好啊。这是一种对语言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讲法啦。为着互台语更加全面性普遍化，侪老师落苦心咧团团。台南大学帮老师讲，因培训愿意来学的囡仔，就哪亲像咧夜景，伊望学生未来拢通成做大壮的树仔，互台语未来有好音乐，才会功名大拍尾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